好啦，啱啱讀完《西敏信條》嗰個第25章嗰啲經文之後咧，選讀啊，咁咧就而家咧就速講呢本書啊，同樣啦，教會是他的身體咧係主題金句，有分開4部分啦，咁第一部分咧係講到教會嘅本質，教會咧既係無形都係有形嘅，無形咧就係歷世歷代嘅真信徒，有形咧就係現今世代。代跨地域所有信奉真信仰嘅信徒同埋佢嘅子女啦，兩間教會咧唔係各分割嘅，亦都唔係重疊嘅，而係咧有真信徒先入到嗰個無形教會裏邊啊，咁假信徒咧仍然都係唔得救噶啦，梗係好啦，咁佢嘅本質咧同埋佢同神嘅關係咧就講咗好多關於嗰啲名稱啊，好多噶，幾十個噶，大家慢慢去揾啦。咁呢個本質咧，就對我哋有咩提醒咧？咁再跟住教會地上嘅責任啊，其實都係大使命嘅責任，就係傳福音招聚信徒。再跟住以弗所書講到咧，神咧賜聖言聖職聖禮咧，係嚟到裝備信徒，俾我哋成長同埋對抗異端。再跟住咧第4、5節咧係講到教會嘅純正程度不一啊！點解嘅？正話講錯啦，去混雜咗，就算真信徒有殘罪，仲有啲偽善嘅假信徒、假認信啊！咁邊個係啊？咪舉例猶大咯。好啦，咁但係有記號咁我入邊間教會係有記號嘅較純正咧，就係按正義宣講福音同埋聖經真理，信徒信奉真信仰，正確地舉行水禮同埋主餐，依聖經執行教會紀律啊，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純正教會個記號啦。咁呢個咧糾正我啲咩嘢咧？對最後咧就係講到唯獨基督咧係教會嘅元首。其實喺教會歷史嚟講咧，好多人都以教皇啊、以皇帝啊、以敵基督啊、以傳異端者啊，同埋權威人士啊，成為教會元首啊。如果自己教會淪為咁樣嘅時候，會好慘噶啦。大家要小心，願榮耀歸於三一真神。阿們。